菲律宾4:47安用9切家，思想切家在上帝里面而有喜乐。嗱，加熱變嘅講呢啲而有喜樂，人班時間得到有喜樂呢，當然時間有信心信耶穌基督，因為耶穌基督能夠本時間心中的喜樂。嗱，以賽亞書46:47安用講切家啲，因為當愛本上帝到你攞。佢都係上帝，嗱，佢就照顧自家，到你生拍魔，佢就係照顧你，嗱，佢變照顧自家、裝自家、幫持自家、救自家，這樣人自家要喜樂在上帝裡面。雖然自家世間你看到有痛苦、有煩惱、有不實，但係講你心中你有上帝，上帝能夠幫助你，佢給你通才，所以佢係堅持佢講呢啲，佢冇改變，原因佢都係你上帝，就你貪婪冇怕，佢勸帶你，佢給你通才，帶你得勝嘅路，因為咧上帝要照顧你，要幫助你，佢唔是병害你，時常要帶你過途途節節，你煩惱、你痛苦、你不實，佢勸帶你過，所以上帝你專門嚟做你嘅避難所，一天你得到永遠嘅喜樂。雖然你問題，但係你心中一天有喜樂，但係呢，因為而家要上帝嘅同在在基督裡面，祝福大家，阿門。